可以跳了吗？跳了这个吗？跳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找到，找到。
我蹲下好一点。哎呦，要。我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他。越推越远，越推越远。看我手上。这叫啥名字？啊？叫日八九。啊？压江的。
那个就是再来一次。罗马教的，没有没有。日马教的到去了你这。兄弟给我点个赞，点个赞。老师，我要。要去哪么？我们要跳这个，都把警察都查了。怎么全部往前面走了？啊？他全部往前面走了。吴军，靠边一点。吴军，靠边住了，要靠边一点，是吧？然后你们往前面走一点，往前面走。好嘛，就那儿了。钥匙，各位老师，配合一下啊！马上安检。可以了吧？来了。不是，出去要他都不会认得。出，不是啊，我下一个。不是，出去比我先了，出去挂号比我快了。出去挂号挂得快。出去说5号，我是6号。现在就一个人，要关注一下。来了，今天关注我马上要掉。等2分钟吧，2分钟。哎呦，你不要生气，有意思吗？我们这有没有直播的嘛？直播完了的。如果今天医院嘛，啊。过去可以退嘛，如果有，没有。既然关注一下，没关注的话关注一下，点赞一下，点赞，谢谢你们点赞，还是会有。说的你点个赞，点赞一下。
他一直在吃饭嘛。怎么样，你的徒弟？可以吗？感觉可以吗？加一个。好，我都不行了，我都没电了，换电池。里面还有一个他，就在拍。我都没电了，换个电池。没电是吧？那个没电了。好不好？动起来动！这个全是当做。去嘛，咱我这里就。
谢谢。这个价格2块钱高一点，不用这样。好，谢谢。是机位是我们那个装备。在我前面那个地方，把头全把头找一下。没有我的气，驾驶机关哪里？这个很短。掐子是他们调的好，掐子是吧？他调的很好。跳什么？自己给他调。掐子是吧？掐子是吧？要不要？两个调都好啊。他就调起雷了。可以吗？调试都好，他们两个都调得很好，主要是。拿出专门调的，你原来你就得调。阿姨，这就过了，不是叫娘带就过了，叫娘带。这远一点，远一点好看，真的近了不好看。不是，你们两个，远一点。叫娘带。太久了哎。来喽，不求完整版，求一半。跳得好，每年都是。把那个给那个，你是那个背包把那个。
看了有吃的，好好，吃饭。听出来是小朋友，没得小朋友啊，没得就是。啊，花花，你认识啊？我要跟他说一句叫什么名字？我感觉他长胖了，你我都不认识他。我觉得他长胖了。你认识吗？抓紧上那个手上，然后那个肩上，不认识。来，我回家。我在看那个女生。怎么了嘛？哎，你看。你好会翻白眼呀。太习惯了。拍跳舞的人嘛，你要拍某些人的背影，那没办法，就直播了嘛。直播了没办法呀，人太多了。那不是那个这个就是说的，你要是说错话了，我就会拉黑你。这个就是在我也不知道，我拉黑的原因。拉黑我晚10点钟关门，我老婆是关门，我是马上拿回去跟他说哟，拿回去跟他说，让他来你名字，我不说，我不知道，我敢说。好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对，妹妹她们自己编了一下，欺负的一下。